請我哋一同起立，咁樣咧呢首詩歌去回應上帝。頭先講過咧話呢首詩歌嘅作曲人都喺當中，其實咧就係Ivan本人啦。因為Ivan咧要做好多詩歌創作嘅，呢首都係其中一首。受壓迫，試煉藏慶刻，挫折裏看見神形象，如初煙高飛，風雨中翱翔，意外折翼跌倒肢體重傷。但我口唱中卻未停哼唱，讚美祭獻上仍嘹亮，平安於心間，仿似一道航，載着快樂滿足，逃盡了創傷。願意我哋緊緊咁記住主嘅話語，叫我哋常常喜樂，不住禱告，凡事謝恩。讓我哋再次將禱告、將回應嘅頌讚
歸於你，願你親自垂聽。感謝主，聽我哋禱告，奉主名求。